哎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咱都來收聽，本來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一正特別哦，呢這個禮拜嗬，我錄音嘅拜六，呢時陣都是大選嘅拜六，然後當佢啲算白標了，唔是算白，算抓字了啦。這個禮拜咧，我哋特別嘅邊Clubhouse，唔是 Clubhouse，Google Meet 裏面有攞嚟特別誒，點解叫你走去啊？內特別嘅邊是。老椒豆嘅加老椒อาหาร歡迎，大家好 Hello，大家好。了我能夠有 Clubhouse 合併會朋友 ，Clubhouse 朋友裝咧南西啦歡迎，哎呀普吉南西 ，Hello。唔是話，個有阿蕉，個有阿玲。Hello，叫阿龍。哇，我個 Hello，Ako totoo hilang Google Meet 下邊個嘅個內人哦嗱阿龍會嚟啊，Google Meet 下邊摸了應該點？個真係冇清晒，應該點？是咪 sexy？佢哋冇正常。哦，這邊做咩？哦，是我哋係咪需要？冇你揾你嗱，你邊做話你係咪咯？就是阿龍。哦，你攞冰區嘅時候。我睇隻 echo 係咪數啊？呢邊做一點佢。我一攞冰區先，所以 Clubhouse 個區先แล้ว。我俾人做咁少少就冇關係。小姑冇落咗呀？我就啦。咱9個月落音喎，9個月落音喎嚇。10個有嗎？9個月冇嗎？哦，9個月到馬來西亞。我諗冇落。10個月咧？你到馬來西亞咧，你10個月冇落嗎？係啊。有啊，10個月都有落啊。10個月有啦，你講4點正啦，就 topic。係哦。咁我自己講嘅4點正啊。下個我自己講嘅4點正哦，聽我走啦，冇查去佢呢。咱嚟介紹一個英國點啦，英國點嘅 Gilly。Hello Gilly。Hello，大家好，大家好。แล้วก็ลองเขาเดียว當今阿龍，阿龍ก็出去啊。阿龍都出去啊。แล้วก็ตัวที่ Clubhouse ค่ะวิว่าว่าอยู่แต่พี่อีกไปขี้อะไรกันวิว่าขี้ชิวแต่พี่ว่าคันอีกขี้อะไรคันเนี่ยไอ้วิว่า make sure you accept 出去到啲 accept อยู่當時咱冇 accept。我們看你一點嘛？往時一第一 request 係嗬，當 accept 嘢嗬，一個就 accept 嘢 invitation 咧，可以起來。當時冇 accept 掉就俾啊，嗱冇嚟講就出去啊，佢就嚟對。OK，這個禮拜咧，我嘅話題咧就是會講開刀。啊，最近咧邊咧福建咧有淡我嘅邊咧福建嘅 member 嘅苗淡薄紅，然後有淡薄紅，所以我人特別請一人來講者，伊紅嘅紅樹講出去啊，好都無數啊。就是咱人，所以咱是講咱要有紅咧，毋是來紅啦，是講是你紅樹來講嚇，你個要要成個買無好嘅樹來，咱係使請咱邊咧學件 T-shirt 咯，邊咧學件 T-shirt 咧，邊咧學件 T-shirt 咧，就紅紅嘅嗬，紅紅個未害人，แล้ว攰掛線頭，所以咱請嘅咧邊咧學件 T-shirt 都無數啦，แล้วไปกับลองคองจะสีเหรอไม่ดีใช่ไหมกันแล้วอ่ะ即係禮拜啊你。我想歡喜噶啦，我的確未嘅。你知唔知我這禮拜我對佢們嚟說是我嚟浪啊，到底講到去等我嚟浪。你那做晒出做 live 嚟浪。唔是唔得做晒出，但係書報看啊自敗。OK 唔是做晒出咩？啲家己買厝啦，家己買厝是。做晒做家己買厝，家己本未清楚。OK，แล้วก็今日個另外就特別嘅邊位話我起來啊，位話就是本是最近話咯有開刀嘅啦。OK，嚟，今日我俾下豆嘅講成豆嘅嚟講就係你最近有開係咪刀嘅？唔普及開係咪刀嘅？做乜睇到 echo 嘅嚇？到啲 Clubhouse 入邊。應該是 Vivo 話啩嚇？Vivo 話係成日 Vivo 你豆麥咩？還是你用你 phone 呢
冇啊，我用 iPhone 啊。嚇 OK 啊，唔是俾我俾別人啊，嚟講到對豆嘅，你最近本開到嘛？我開八隻骨嘅刀，啊，開八隻骨嘅。係咪數嗰隻？伊個八隻骨，伊八隻骨，伊個骨嗰定有兩骨嘛，所以伊兩骨伊跌掉嗰時候，伊去到啦，能good，你是成個講咩華語啊 ？Mandarin 啊，能不能？你係到底夾打啦？能 good。是那真係叫能 good 嗎？女 good 哦。你講嘅是女 good 就是女 good。我明白，是講我聽我未打很愛笑啫。來就伊直跌掉，所以那邊伊能 good 那邊伊有個 liquid 嘛，所以 liquid 噴出來啊吼，伊跌掉我係 nerve。我係見，所以我係擺手嘅卡啊，無拉沙，無感覺。哦，了一下爸爸好呐。交保都不是爸爸啊，因為我保都開咗多，不是個爸爸嘅。你一開咗多是安怎 correct 一條係跌了。伊是我頭晚係跌掉。佢話阿伯把車，然後伊就用個 laser 就去我把車骨那邊伊 remove 掉伊去除曬佢個 liquid 個面啊跌掉我神經線咯。伊是水，伊內面有水啊，伊水就熱掉，伊水到啲內面咧，伊個 pressure 成日熱，所以跳伊水出來是唔是？伊解嘅水出來。哦。OK 那個就是人最近開到來去招者我咱嘅朋友維娃娃最近開到，講下你嘅即係，咱可能講下詳細講啦。我都唔是開到。開到啦，伊是 surgery 本來，but then 伊是唔是講。伊毋是夾刀開刮開，伊夾咧細拍隻坑那款條。對。拍坑了。手和並接咯。哦，你是絕對手，伊是毋是？你講下你係咪受傷啦？我即個心臟嘅會見到他。幾時啊？這是幾時？แล้ว一條咧100%10月中啊，你看 OK 10月中啊，你看啦。แล้ว一條呢是100%咯，แล้ว一條是 around 70%咯，你看แล้ว對。你定日即個阿羅唔是即個無莫唔是咩？當你老官按高中每塊打一條嘛？你知啊？是啊，我冇去看喎，冇去問喎。不，伊啲問是到底，一直來是你無啲先，即係到底 clubhouse 就攞小筆記，所以你知得一條。你有 multiple choice 驚喎。LAD。我唔知喎。總之伊講唔是大條嘅就對啦。Right anterior descending, right circumflex， 驚住你啦 ，ABCD。佢你咪驚 VN 啊，是 PR 啊，是。PH。伊唔是大條嘅筋就對了，伊是細條嘅筋。然後呢，一條伊嘛有做嗰啲，係咯，伊一條嘛做 stand 咯。because 較大條嘛，แล้ว另外一條咧是較細條嘅咧是冇做 stand 啊，時候你可能可以痛嘅。你是咩 ？Actually 冇啊，唔是咁樣 ABCD 啊 ，ABCDEF 啊 ，marginal 啊 ，left marginal 啊。我講你隻 option，伊講你隻 criteria 咧，你個 figure up 未掉㗎？冇啊，伊都冇咁樣講係咪？你 doctor 啊，你就係 doctor 你當 doctor 就是冇解釋嘅，人哋驚就是你問姐姐了喂，
伊甲你講好，你去見我掉最啲啊，安尼伊講。介紹嘅，個你都唔知伊講咩日本咋，我啲個人咪是看到啲，伊就講咧話，OK 對啊。我尤其是你啲破病掉，是你人都冇好事啊，一個你講係咪？伊個講啊，成時都是老姑娘嘅咋，講個伊用字嘅了話，我聽啦 OK。冇啊，你聽 doctor 伊他派性地啦噃。哎呀，阿伯你用了 iPhone，你少聽了，你解落起來。拄夾你朋友時，你去問人啦，你朋友咪是知那是。แล้วจะมี講วิวว่าตอนนี้จะมีการต่อเสียงคลิกแล้วมา sorry 我那叫我你 mute 你咪mute 你咪哦OK 我 mute sorry 我就是安尼咯，你當然是係我講伊 process。不，講你正形性，講你心臟病係咪屬於經驗？我是安尼看，我困了吼，แล้ว我就感覺到講，安怎8隻骨成個痛知哦，แล้ว伊個痛吼是伊無一個點痛誒，你明白我講咩？是講你8隻骨痛了你 sometimes 你會定到誒嘛一個位誒，可能平時特別痛誒，像 muscle 啊，水痛是。一個點啊，你看咯嗬，但係呢個無啊，呢是規片嘅即個8隻骨嗬，痛個了喎。然後伊痛了嗬，然後我就感覺到講是真正無爽啦。然後我嗰陣時6點幾啊，你看早起，然後我 continue 困咯，我感覺到講應該是閃到骨啊，什麼แล้วว่าแล้วอีเถียแล้วมา continue 困咯ในความ咯แล้ว希望講 tomorrow 請啊是應該是 OK แล้ว啦ในความน่ะแล้วมันน่าจะว่า請起來น่ะ是吼伊頭น่ะ是無痛我一坐起來น่ะ是喎伊就 start 過再痛了แล้ว一刀嘅痛吼是痛到痛到頭前嘅 chest 我冷實並本會痛。哦，會嗰邊。然後，所以到啲後尾痛就痛起來頭前去啊。痛到頭前去啊！然後伊個痛吼，上個真正無正常啦，伊個痛是總之是規片規個，我袂曉安怎 describe 咧。總之你吹無伊痛佇倒落來嘅，I mean 講你定啊，你身軀喎吼，你無一個位是會特別痛，你看伊是規個就是痛了，แล้ว我就 start 流汗喎，痛甲會流汗喎，แล้ว我就感覺到講，因為我出來人咧本是有安尼款誒地啦，我媽本是我媽。伊未死以前咧，伊本是安尼款誒，痛咧，แล้ว流汗，แล้ว坎坷啊，起坎坷安尼款，แล้วแล้ว我就有一個，對流冷汗，แล้ว我就有一個啥講靈感嘛是啊，我就是想到我媽安尼款咯，就，แล้ว我講安尼款應該唔對了啊，特別去 hospital 了安尼款。แล้วมาก็กี่หัวเชียขี่哦ลุ้นเดียวละเถีย不是ลุ้นเดียวละแล้วอีเถียแต่พี่โหใช้啦是伊唔是大條嘅筋嘛伊唔是迄個較 major 嘅會迄個血管嘛吼所以伊痛本無講成講會做到你規個人失去安尼款啦แล้ว如果是會ลุ้น咯如果是會ลุ้น個咯แล้วลุ้นแล้วไม่ขี่哦แล้วขี่เก่าน่ะสิdoctor 就講未啊你即個就是心臟病了誒because 是人有經驗嘛一直看咧一直知你唔是講你去 hospital 嘅時候家己換車去咩你對啊我換車去啊แล้ว我去找北京個你可以換車
佢係除北京，但係我無看見 emergency，我去除北京。你都交學期。แล้ว係我請好事啊！แล้ว係好事啊！แล้ว我就落去樓下咯。แล้ว落去樓下時嗬，我就未啊！我就正勤課咧。我同佢講下，我同佢哋人講下，未啊都人有人佢哋叫你車嚟塞我去，因為我愛去 emergency 啊。然後我心肝頭就痛 chest pain 啊！你講，咧人就慢慢嚟啊咯 chest pain 啊！你講แล้ว就叫你就醫啊咧。ลู่ขี่啊嗬แล้วด็อกเตอร์就講啦咯講你 chest pain 啊我看到是心臟病啦แล้ว就做佢哋 G 係咪啊EKG 係啊尿咧ECG 啊 ECG แล้วมา做啊時講啊你 graph 出嚟啊你這裡是就是心臟病啦 OK แล้วก็ที่聽嗰隻ที่聽過แล้ว聽ไอ้講你輪調者我慢慢去叫你 doctor 嚟啊แล้ว嚟啊就塞入去做 operation แล้ว啊你就講咯當佢塞入去看講有多一條血經就塌到แล้ว就塌แล้ว就是現條就痛แล้ว你講即是咧惡嘅心情無好嘅猛增嘅老官啊แล้ว一來呢就罵แล้ว嘛安怎啊？你安尼啊？嗬，哇！你你40歲呢嚇？แล้วก็講咩地條啦，咩鬼啦？哎呀，個錯咗啊！啦，嗰啲係名啦，人哋死到並嗰啲名。哇！一名哇！你講啊嚇，你parents 啊，แล้ว有妹嘛？就有妹嘅，你即係有 history 哦，家族歷史啊，你講嘅嚇，แล้ว我講有啊，喂媽講話，你啊嚇，你意思等人嘅人名，你用福建話用福建話名啊，你就再講老老官嚟嗬，老啊，如果安尼講啊嚇，個只間嘅背啊咩啊，老啊嗬，老老官嗬，老了，OK，這是老款嘅老官神咧，終於說安妮無禮貌。這邊只是老老官嘅款啊，嗬。冇意思，我同你講，伊是多南都hospital 嗬，伊出名正惡了。แล้ว伊就รู้มัน你只看係วิวว่าหานดรนิโอต่อ哎呦ว่า一段你มีGH為做 medical officer 時啊，但係我代表做 intern 嘛，我做 internship 時，一代表做 medical officer，派嘅事估計咩 patient 呢？是出名我一 join 那麼也是我少個代表我會走咯嘛，你是咧是我覺得哎呦死一看啊來這死嘅 patient 冇去咩？一隻無是，伊唔是老咯，老麥就講伊是老，伊是 maybe 嘅大人是 maybe less than 10 years 呢。maybe 是佢看得超老啦。แล้ว水款嘅啦，頂到我呢隻未動嘅到 GH 時啊嚇，安尼直講咩 patient 呢？我知我有一種嘅老官神嘅款嘅。伊毋是講伊毋是講伊講毋對嘅物件，本來特別伊是啥老頭腦老牌嘅一種嘅老官啊，咪死有咧嘛先咧。bad side manner 哈，真正不就差了啦。practice zero 嘅，bad side manner 冇 bad side manner 啦，直頭是成個你老。殺到熟咯。แล้ว到嘅你老官呢？我係我格等啦嚇。因為我是係咪你老官較長啊？係咪做你就係長啊地？我冇話講。你講數較長OK 嚇。因為我是10個頭，甲發現到我嘅骹，我嘅擺手嘅骹
爸爸款，係咩？所以我就白超 sorry，係咪白超係咩嘅卡上面？ left side 哦，多比多卡爸爸。啊哦，等陣我冇聽過喎，這個話白超。阿龍有冇聽過？白超啊，哦，白白。超啊，阿龍聽過。阿龍我聽阿龍嘅面色真係 confusion 呢。係咪家超？我成個一超條上啊擺起在哦。好啦，白超白卡白超。阿龍冇聽過哦，正超白超。我冇上地叫嘅人誒。哦，邊福建嘅啦，是正巴生嘅福建咧。我就係啱啱學嘅啦。巴生嘅福建是叫做擺餅啊。多超多超啊，正超多超咯啊，OK，แล้ว多超吧，แล้วอันนั้น多超啊，爸咯，所以我就就看落館咯，然後我就等個做位把隻阿伯就阿伯阿伯。有幾阿伯話有聽。 OK 啦，可以俾誒，諗下特特管嘅啦，特特管肯定嘅事，依漸仲病啊，賣講嚟。我真係話嗰啲係做啲能夠。因為嗰啲啊，以前嗰邊有電話嘅，小氣啊。來豆哥。所以我就看落館。啊，南西聲有較細聲啲。continue。所以落館就講我阿伯把隻人家拗掉，所以就搞拍站。拍站咯。拍站啊。然後我就拍站，然後就拍站，然後我個 still 咁嗰度我係多卡，嗰時上班嗰。哇，搞咯！搞咯，多卡係咩？嗰是爸爸。我個爸爸個。所以我就應該是伊腰個無行去，所以我就識小伊咯。我就嗰時 still 去做工啊吼，做工啊，然後第二工吼，第二工我就第二日啦嚇，我個 still 嗰條我係卡不是冇乜爽快，然後我係衰腿就開始start 特別聽了。哦。你係咪？四腿。衰腿啊。四腿。就塞入邊爸爸入邊聽款，行袂遠，因為吼行到about500米khoảng啦，就等佢做我卡聽我在做。500米真係好遠咧。from New Wing 行到Old Wing 款咯，about 500米款啦，所以就等佢做聽，所以我就愛找一個地方做了。所以做了咧，個行把你去我 office，就等佢就冇咁舉皮款了，因為吼聽，邊行就聽了。所以我就甲我嘅同事講，我入我喺個看落館，所以伊就講我叫你個看咯。我就個看落館啦，我就對佢講吼，其實你嘅情形是嚴重要，因為吼你開始感覺到你多卡爸爸啦，就是感覺到冇咩有好嘅symptom了。所以我就感覺到冇咩水平啦，因為感覺到行或是行。還沒本做，沒本是冇去片完了。你聽啊，看到股啊，那個去看到滾。冇，我是start爸爸先嘅。所以你去爸爸時就看到滾啦。看到滾了，然後我是看第二家加嗰度聽。所以我就冇法就靠我嘅保險嘅agent咯。伊就講我就解釋佢知影我嘅情形上面情形，所以就。你就聽講，你情形甲相款，差不多甲伊點擺情形相款，所以就講你就甲你腦筋也係腦筋啲，你去看專科，所以我就甲也腦筋啲咯，也腦筋啲。伊是專啥物科啊？即係後尾把隻骨嘅科啊？伊是orthopedic。希望我講對啦嚇，英國中。乜名話嚇？我特別的是看骨的啦。我特別的是唔是？我都是骨嘛是哦。是，所以我就也配就過去哥倫比亞嘟。咁嘛東嘟。嚇，佢都係哥倫比亞嘟看到骨。哥倫比亞嘟哥倫比亞嘟看到。你使講哥倫比亞 Asia 啦，你冇講到一間。所以哥倫比亞一間。所以我就去哥倫比亞 Asia， 我跟到我厝嘅哥倫比亞 Asia 看，所以我就即搞當時本是冇咩會行，然後行邊行就行了。所以我就搞到那間厝，然後就 register 我咯，register 我了就好在啲我就
以後我係攞本是特登攞本，所以較方便講話咯。所以就你佢入邊嘅點先就講啊，嗬，就 start 驗我係，I mean start 做應該做嘅物件咯。用廿幾物件嚟對我係卡，因為也陣間因為我講把嘛，所以就講哦，伊就對講哦，是不是？但個對啱有話說嘅，我講，但個對你有物件對比我無感覺。拄了有當個度有物件啦拄掉啦，但我是無個度聽翻，因為是伊爸爸啊嘛。所以伊就講哦，你整個是上個 prolapse 嘅情形 ，but under S1。我唔知講係咩波粒絲嘅。係講咩嘢？prolapse 裡面就是我阿妹攞股啊，我做了無就阿妹攞股。波粒絲係咩啊？prolapse 啦，伊人講即阿伯 slip disc 嘅是叫 prolapse。伊是阿莫話嚟㗎，阿妹伊是阿莫話嚟。prolapse。我想學緊話，想學緊話啦。prolapse 啊，prolapse 你是講 prolapse 啦，人係講啊，我是唔知啊。prolapse 嘅意思係咩啊？係阿龍後點唔是即應該點解釋啫？prolapse 嘅意思。你按鈕應該點？等陣不要開。OK， 等陣 ，sorry。你問下面 prolapse disc 係咩啊？slip disc prolapse。OK， 你係夾隻骨絲，你係夾隻骨絲，一個骨塌，一個骨塌，一個骨塌，一個骨，你係明白？明白。像咱食你排骨底先啦，還是滾湯咧排骨。叮當嘅骨袂使白，因為攞地骨，若是袂叮當呢，伊袂使。唔會拔掉骨當骨，因為伊拔掉。講啊，伊拔骨袂使拔把你骨嘅啦。所以大骨嘅頂當嘅有一個顱嘅物件，cartilage。顱骨。啲入邊嘅胖啦，啲胖啲骨會胖，有一個顱嘅物件，只叫 cartilage 啦。特別啲類夾隻呢 cartilage，較特別。cartilage 是上加，第好講是上加大啊，就是了啦。就是那邊有，那隻 donut 呢？上加 donut 啊，那邊有有 jelly。菜園。特別你知啦，人較有會了嘅時，sorry 啊，我嘅你無間係有會啦，特別。平常時呢，人較有會嘅時，伊個外邊燒伊個 jelly 那邊嘅較滷卜，然後伊滷卜嘅時有會到伊個爆炸，爆炸了伊 jelly 拖出，伊 jelly 是舊嘅，成個菜園嘅款嘅然後伊拖出像這樣，伊若是爆炸，若是無好好去，伊爆炸啲路你夾隻筋啊 ，spinal cord 啊，伊咪是弄掉伊咯，弄掉伊咧掉落嚟 spinal cord 啦。所以未怪啦，你會卡呢，你未感覺不行啦，你會卡把掉成個未伊筋未 rasa 未感覺物件咯，是安尼意思啦，因為你伊 prolapse 係咩意思？prolapse specifically prolapse 係講破氣，伊拖出啦，拖出嚟啊！特啲裡面物件冰出嚟，你看，特啲裡面物件拖出嚟，伊菜園特啲裡面你嘛本地，走出嚟個口，就是叫做 prolapse。走出嚟拖出，係安尼款叫 prolapse 咯。OK，拖出咗掟掉你嘅知道伊骨一筋你夾隻筋，แล้ว你會夾隻筋，嗱是你會伊掟掉伊個筋落去，你會卡嘅呢，你會卡掉影響到了OK 啦，阿豆哥，感謝。所以就prolapse 啊 prolapse 等我講叫做 prolapse。prolapse。所以就講愛做 MRI 加 X-ray 咯。but
特別咧，佢講嘅嘢 slot 無 slot，所以就講伊就 schedule 我去後禮拜，後禮拜做咯。所以跟住咁時就唔知咩大日子啊，有一個大日子，所以就叫我拜二家過去做我嘅 scanning 係咩物件咯。所以我就拜二我就過去做我 scanning 嘅了乜物件，做好了咧，伊就看我嘅 result，看我嘅情形就係講嗬。或者嚴重啲情形，因為我嘅 jelly 走出來咁時候，跌到我嘅筋，我嘅指卡倒卡嘅筋跌價夠啦，所以我嘅跌下面跌價夠啦，係咪？哦，真係嚴重啦，是講。跌到了，伊 affect 到我嘅 left side 咯，所以伊就感覺到我嘅卡白白翻咯。所以講伊未做，因為伊唔是做這行嘅伊唔是做這個 operation 即係 surgery 嘅老闆，所以講伊會介紹我去另外一個老闆。特別咧個老闆咧，伊叫我過去咧，我卡過去做 appointment 無 slot。冇啦，所以我就查這個車步就 any answer any document OK， 所以我就解決下個 UMSC 咯。UMSC 係咩 ？UMSC 落館出嚟啊 ？University Malaya Specialist Center。所以我就解決就卡過去，伊就講 OK 咯，伊有 slot on that 個禮拜5。所以我就解決appointment來講 OK 咯，就去看咯。都去看嗰時就看把你我嘅 MRI scanning 係咪物件看，伊講我你 S1 你下骹嘅你八隻骨 S1 吼，底甲變高啊，然後我來講我嘅水骨我嘅水腿本痛，所以講我你 L4 L5 本會影響到。แล้ว你拜個去到落館厝嘅時候，你是拜開過多個人哦？唔拜頭一拜。你講下你頭一擺經驗啦，安怎你開到你話撒嬌啊，還是安怎？你我講緊了我係情形故事啊，是講緊。免啦，夠啦。咱講開到嘛，咱唔是講有幾忝啊？我要再陪講你情形是安怎啦？你講開到時我會未了解。OK， 開到咧就我就入過號入樓。入過去啲樓，即交咗工程攞工水點先就做伊嘅手術咯，手術做好了咧就等做 RTK。然後我講物件袂你袂開到以前嘅時陣，早時就是袂使食物件，袂使啉水，係咪咧？好。我是早一日入落工處，因為伊過來做伊應該做嘅物件。OK。所以我就入過去入樓，所以就另外一個老闆來看我咯，因為伊嘅即手術咧有兩個老闆來做嘅，兩個老闆本來愛講愛 agree with same thing 伊該做，無伊那兩間個愛Samsung 咁樣愛該做嘅，所以就嗰另外一個老闆來看咯，伊就看了伊就講我就問我情形係咪明嘢咯，我就佢講。上塊係面咯，就能夠唔就嘅攞罐到入嚟，就問嘅攞罐是唔是上塊係面啊？是唔是伊所以驗到面啊？加驗面啊？上塊講是，所以就兩個攞罐講 OK 啦，所以就做咯，就講佢做些手術咯，所以冇做到曬就講跳機會，跳會，驗會就是會。會，所以就跳會，然後就嗰做CT scan，然後就你冇做感風 scan 啊？感風 scan 咧？你CT 嘅感風嘅嘛？我看過啊嘛，你係咪是冇做 MRI？冇，因為 MRI 我嗱 Columbia Asia 做了，所以就有我 MRI 了啦。MRI 有了，所以今日看 CT scan 看伊安怎開入去我嘅骨入邊。了。所以就係咪明日做了，所以就過來
另外waist 咯，因為嘢我到嘅 waist corset。red corset after 我做我嘅手術，做咗手術了咧，然後我穿伊嘅一種嘅一種嘅 stocking，因為我做咗手術，我就愛嚟破多邊骨，因為多邊骨，所以就講嘅 cover 嘅 prevent 啲 blood clot 那類卡。compression stocking 啦，prevent vein thrombosis 咧。是，所以就係咪嚟做咯？做了就伊無甲講就是愛 start 刮痧哦，我嘛唔知影，所以我就第二天我特別個參加第可愛就是吼，伊會個把嘴死啊，是唔是啊？anesthesiologist 把嘴死是唔是？所以伊個無來記我，因為伊愛來了解我嘅情形啊，伊個互我把嘴我嘛，所以就個無來，所以我就唔知影就是我愛做我嘅手術，所以我就第二天入落號咧，伊就互我食菜去咯，食菜啊？食菜去食 breakfast。哦，食炸雞，食炸對 ，OK。我聽到你食炸，我插嘴者啊，炸雞是對嘅咋 ，because 有一個 variant 有時講炸雞嘅，伊是無錯嘅咋，當然是無。我唔是講伊錯，我是袂聽。伊講物件唔是無錯，伊講物件是發生嘅。哇，係我是講我袂聽，我特別唔知。OK，所以你食炸雞啦？食雞咧，然後就。你食咩物件？咱講物件，不是講到食嘛？想食咩？好，到底好是不是？有，冇邊會記啊？你會記？tuna sandwich。tuna sandwich，OK，我發到有啊。OK，你一就會講。加地咯。即炸雞裏面是哪9點啦？嗱？7點幾8點那就我食了。所以我就食了，然後就食了，然後就那個頂就冇start 冇啉水啊咯，因為我唔知就是 start operation 嘛，所以就到家食下到等先吼，伊就夾好我啊咯，夾好我啦，然後我就start attack 我咯 ，start 食我咯，然後就嚟我就問我那這是安怎？因為我是暗暝開刀，到保佑伊無甲講就是金喙，金喙。所以就去門，伊就出個門咯。伊講你唔使整啦，我應該 start 啲。喲，講你衰個好咯，我一頭看到一頭สุด了咯。我看到，然後我迄陣時我個 order 好食，我個 order 糖糊。哦，這是你炸對食了啦，這是下晡對食。下晡lunch 啦，lunch 啦，所以我就死人啊，無肯食啊，看到伊嘅食了個。喲，愈看愈流汗，死火攞個屎啊！我唔知好。伊菜來啊未？來啊！哦，死啊啦！哎呦。來啊！所以我就講我咪見到朋友咯，咪好啊，咪得食啦，我咪唔得，我咪得食啊，所以我記得我就朋友咯，又等我咪得來點先，我下面唔使食，下面唔使啉，因為伊講俾我濕過，所以就無我啉，無我伊講唔使啉乜嘢了，所以我就from 9點幾 start 播曬到下晡6點。下晡6點我 dinner 本來有咯。我 dinner 6點幾，我 dinner 5點幾就嚟有咯，所以我就講我阿媽食咯，反正時家己本咩叫我 order 下面好料啦，所以我就我阿媽得食咯，所以我就看我阿媽得食個死苦啊，本來難諗喎，然後就after that 就那時就嚟咯，就講我你嚟到咗佢做 operation 了。所以我就記得就到那破啲面咯，嗰陣時我就感覺就特別緊張啊，緊張嘅，我特別驚，因為頭一擺做手術嘛，所以我就伊就拄我咯，然後拄我就佢陣時我咪得講我，拄你是講好多 IV 嚇，冇伊個冇我安尼 drip，即是拄你把夾隻嚇，冇伊是拄我。塞我去 operation。我想堵你，塞你去 ，OK。
殺我去 operation theatre，所以就 on the way 殺落去陣時候，我媽就講我成個人流清光，因為我頭特別流劍，因為我唔捌開個多嘛頭一擺嘛，所以就特別緊張嘛，所以就from我背樓到我九樓，就到我落去落去1樓。因為我 operation theatre 係1樓嘛，所以到我1樓後，所以我媽得教我老母教我 sister 到我落去咯，就到落口就我唔使點樣，所以就到我落去咯。落去了咧，就嘅把最細咧就那邊了，就問我明嘅咯，問，所以就陣間應該都做咯，所以就做了咧就做了就 OK 啦，做了就搞叉嘢嘅 drip 咯，叉位 drip 了，and then 就未使清就叫我未使清晒啦，就換一膠啊，冇頭根。OK， so 頭根你我特別 maybe 都我已經是到啲，你已經是到啲 hospital， 特別都要清掉啲 hospital 膠呢，我全部都講OK，所以就等陣我俾妹，個 hospital gown 是頭整阿妹，阿妹開啦 ，OK， 阿妹佢嘅，我早前前有時候我個小學是因為頭整夾嘅，因為我唔捌。你把清佢對，你清到冰，我清到冰，我頭就清到冰，然後後邊咧就接項冇，伊是以前啱啱清落去嗬，伊一堆嗬是清沙龍嘅。OK，是清沙龍嘅。伊是攞滾出嘅沙龍，還是你個記沙龍？攞滾出嘅沙龍。OK。攞滾出嘅沙龍，所以就清下卡清沙龍，所以就我基本問題都吉，還能吉，我話吉掉。你如果拿嘅沙龍，伊人有上路冇河路，你走嘅時候河路，冇河路啊！八得了。你寫過嘛？對呀，人家用過嘛呢，所以就沙落去了就那邊就一條拄啊落去伊 operation theatre 咯，伊推刀棒咯。有搞到鐵火爆冇？冇，即係你鐵火爆冇？你家姐 ，just 妹呢，just 妹。唔好意思，講話要擔的，咁啦 ，please stop Brazilian。tapi lu tu kacak, seri kacak apa有甜哦，你kacak 有毛啊？我kacak 冇毛誒，我kacak 冇毛誒，我時常間拿被浸過。哎呀，後面當人有毛啲kacak。no，別講嘅，別講嘅，你看出本啊？我就所以就我收我哋佢啦嗬，就因攞棍講話咯，就講嘅嗬，跟住把最時就叫我。伊就人嘅冚到我係喙咁聲。好咯 ，oxygen， 後面好咯，你 count backwards。冇你冇 count backwards，伊叫我數起，我嘅基本唔知就是佢啥個。佢都唔知啊，哈。佢啥個？佢佢啥個啊？嗬，就我所知影就是6點半啊。早起啊？冇6點半下晡。OK。6點半下晡就那手術房。伊是講2點鐘嘅手術，應該是8點幾9點鐘就出來嘛。9點幾我嘛都就緊張個，伊個無拄我出來嘛，所以我就緊張咯，所以就 start 問咯，就伊老公剛好出來，所以就伊就老公講你使你來看，做好啦，伊就拄我唔知佢一個地方。嗰陣時我冇 recovery 啦 ，recovery 嘅 room 咯，所以就叫我請我就教我咪得講我阿賢直接愛困，然後把手直接咧當咧，就把手冚我愛困，我基本唔知我請我有陣時我唔知我請我嘅，所以就伊就講愛困啦，所以我伊就講伊就教我咪得講，幾嘛佢個看我情形啊，伊就講教我去我房間講。所以伊就出去咯，9點幾出去咯。伊到10點半甲拄啊出，叫我媽得第二擺入去。叫我媽得第二擺入去，6點我幾點時就已經請誒。
我已經叫我請我家己本特別就規身疼我迄陣時因開咗後尾嘛，所以開咗後尾，所以我感覺到我規個身軀疼就是要，所以就我唔知影伊就是甲拍即個止疼藥啦，所以我誒手即陣甲即陣我出了點聲啦，是烏青。烏青，所以就after that 我叫我媽得掉了，我媽得就叫我就知影我媽得掉咯，所以我就 OK 我就講我真係阿成哦，目睭閉袂緊，不愛講話，所以就嗰陣時就講OK 愛塞我去房間搞咯，所以就塞我去房間。on the way 拄去點聲，我本知影伊拄我去吧，我是整個規目睭成就是啊，愛困就是啊，所以就目睭冚。所以就拄到我起去啊吼，就叫我腳骨翹起來，啥個翹起來款咯，伊就愛甲我穿個骹尾咯，個 stocking 咯，所以就叫我媽仔出去就甲我穿啊吼，伊就摸我啦，就無插我啦，就講我媽仔會使了咯。因為老公講我嘅手術咧是袂使流汗，因為拿不嘛，所以就袂使流汗，所以我嘅房間咧就愛真正冷，所以伊就愛炒到我aircon 16度。哎呦爽哦！我無感覺，因為我無感覺到冷，我無感覺到咩物嘢，我感覺到規身疼就死了，所以規身成個那互人成個好似浪咗呢，成個規身骨疼。互一等車攏甲完了誒，規身疼甲了規身無成個未形容伊嘅感覺啊。所以就我唔知影會講無開大，所以我就感覺到我規身流汗，有特別流汗，所以我就有啦叫我嘅媽咯，所以我嘅媽就有啦看咧，就講叫佢pH reading 就咁噃。叫嘅nurse 來看咯 ，nurse 講我做咩房間看因水，伊就甲開大咯，迄陣時。開大係咩？佢冷啊！伊較冷嘅 aircon。當你開16度啊，唔是咩？我伊無開，就是我from伊塞我落去from我房間塞落去 operation theatre 點先吼，我炒是炒20嘅。因為阿寒，所以我就炒20，所以就起來點先，人 nurse 本無注意就本無炒掉，就。叫我媽得叫了，就嚟看，伊講緊又無水皮，就看我，伊講我因為流汗嘛，所以就aircon 淡水就甲佢塞大拄大嘅 aircon 咯，拄大 aircon 就互我食特別嘅物件，因為我start疼嘛，所以就伊就講愛start 等陣 ，OK， 等陣我 pause 者，我未讀對去微娃娃嘅時，微娃娃伊會開到誒 process 時，微娃娃你去到你近厝了，你實你講你去你就去到咗 operation theatre 咧，後落個名安怎？伊就實去，hello 嚇，聽到。แล้วอีจะสักจิขี่แล้วเนาะสักจิขี่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อีจะสักก้องโอเคไลฟ์บลูแห่ทะเลไอ้ก้องบอลลูนมันจะก้องบอลลูนอะไรก็ได้名字啦嚇แล้ว呢個介紹我都聽唔做咩啊？還是就草路呢？超幾嚟？要講佢哋是愛係超幾嚟？是啊，佢出嚟就睇嚟落冠嚟。冇啦，而家你變嚟 nurse 係 nurse 就卡數咯，แล้ว nurse 係ว่าชิว好事แล้วอีตัวกองว่าตั้งแต่นี้họอีหลัง佢哋成家อี部講係咪啦？總之伊講你係物件你是 from 你手一邊入嘅，手是雜一邊嘅，你使講下。哇！人嘅手腕啊，你使有手腕？唔知，是扮機啦。哎呦，對啦，嚇？會。
手尾啊，未必我是毋是？你位是毋是？手尾哦，當面是夾啲嘅啲，夾啲較落來淡薄。唔是啦，手腕啦。哦 ，wrist 啊，哦 ，wrist OK，手腕啊。哦，對啦，嗱咪講對啦，對啦，OK，即係諗翻，你講下，伊講是from 嗰邊，伊是from 嗰邊，伊 from 嗰邊插落去嘅，แล้ว我是無通看啦，因為伊有一個物件正掉嘅。哦，伊是哦，即係藤下薄呢，藤下梨呢，炸掉嚇。哈，炸掉你看，特別你是青掉啦，薄你是炸，我青掉嘅，你一般是有一條薄你是炸掉，咪互你看你會心臟啲跳嘅，你，哦，伊咪死了，一啲呢嚇，伊咧叫你叫咩？伊 monitor 會看到你心臟啲跳。哦。你看，以前只 scan 了，你看你看到只紅公啊，成個係你，成個人去照鏡嘅事咧嗬。人去咪曬鏡。只清楚嘅你。你話，誒，我做嘅時候，我看到嘅哦。哦，以後你看啊。嚇。特別我是要係一個，要係一個㗎。嚇，我知，特別是要多一點頭整係。伊個界位一啲行嘅事啊，係咪個咧伊拍伊個 contrast 係咪個？你看伊我有通看嘅哦。哦，你成你 subscribe Netflix 嘅時候，面頭整。你 subscribe Netflix 嘅啦。你當我面頭整啊！你當我面頭整要係一個戈登啊！你看你物件細細條薄，你看下咧會像一個戈登啊，咧是砍掉嘅。你話我講啊，我哋都有可能你把這個小說所落過你看。阿邊我在啲做下面啦嘛，但係面伊頭冇需要好我看，我呢吧，我做時我看到講，哦，原來伊啲行嘅時候 ，OK， 伊講講 ，OK， 但佢伊正去到時條筋啊，係，要特別講，嗰時我唔知我特別都咁 boring 嘅時候就困。你伊無拍吧？只冇你咩咧？突自己對手嘛，只聽。六個。誒，我係差不多嘅哦。啊！哦，你 catheter 係你是講？啦，伊是我係讀喺裏面 femoral artery。哦，是你讀一啲去。嚇，我係 from 即手嘅 ，I don't anticubital 嘅。哦，that means 哦。brachial。我同你講，係伊是 brachial。from 啊，伊 from 你手嗰邊，伊 from 你手嗰邊啲啊，哦，伊嚇，แล้ว伊嘅感覺呢？嗬是。有一條物件呢，嗬，是燙過你身軀你感覺到嘅。哦，你拉曬啲叮當，你手慢慢起你心肝。你會感覺到，你會感覺到講嗬，你糖鎖就係你身體嚇，你肉嗬，你身體裏邊嘅肉有物件燙過啊，你看你感覺。嚇，你係聽。成個有物，成個裏邊有物件綁住你裏邊啊，你啦。鎖到裏邊啊！你看了，你聽無？你有拉薩聽？伊應該是有拍麻將，應該是有拍麻將嘅啦，我都冇聽。啊！我拍到你，冇，你未，冇，你解話一邊接邊嘅。OK，即係 local 啦，係。嚇啦 ，local 嚟。你聽淡薄啦，特別唔是係你。我大聽，你看啊無啦。你心肝頭個聽，後尾個隻個聽掉，我當然嘛。啊，聽掉誒。哦，所以聽都未記啊。聽掉咧嚇咧，伊講OK，當今我 start 嚟燙咧嚇，你看啊，แล้ว我長嘴，flash 喎。哦，我未穿開。แล้ว你個驚？紅險驚。我成日就講我係紅險驚。我講 doctor， 我冇咩穿開哦，我計成日愛對嘢你講。嚇。你有個 experience 啊？我唔รู้ว่าเกี่ยวกับแล้วแล้ว冇啦，你講
抡者，把抡子做掉啦，做掉好抡一下，抡者，你想到 OK，然後哎呀，我穿咯，嗰陣時我抡咧嗬，咧一直做啦嗬，咧講 OK，當佢個跳，你閃過頭啊咪，咁咧個跳，誒 suddenly 一直痛咧，嗬冇停咧喎。誒，我俾問看，伊是安怎做係痛嘅？一拍一班一 balloon 膨起來了，一塞掉哦，所以佢伊個了成 gather 掉，塌掉嘅一位啊，一直去一件物件，可以一做可以經可以開起，啊，所以伊塌掉嘅物件會痛，是唔是？你看啊，แล้วก็唔要緊個，我是有係 stand 嘅嘛，所以 stand 是成個一個 wire gauze 你講嘅物件啦，所以伊會開掉你開見咯，嘛你去見咪被 collapse 落嚟咯，咪被冚到堆咯。哦。OK，แล้ว你เห็นสิตัว refresher ไป落去啊，定話啦。伊是經可以開起，伊成啲擺塌個 lap 先啲經可以開起，所以變咗係痛起，是唔是？แล้ว伊痛起，你เห็นสิ你心肝頭痛，後尾痛就冇去啊。冇去啦，平時冇。哦，哇！平時就 OK 啦。你講 OK 個聽，我講冇แล้ว喎，冇聽แล้วอี閃過頭嘅แล้ว痛起แล้ว冇聽แล้ว咯，แล้ว伊就解釋咯，伊講有兩條會見嘛，一條呢是100%嘅，呢伊就係佢哋 stand 啦 ，OK，แล้ว另外一條呢是較細條嘅，講本免係 stand 啦，伊是有可以燙過咧，後咧有可以。痛แล้วล่ะโอเคแล้วล่ะแล้วเรียนจบ做係痛嘅嚇，我冇被即係係จะไปเสียอยู่ 痛是係咪？จะไปเสีย單隻痛你就 restore your flow 痛一條痛啊 ，Glock 是塌咯，แล้ว痛就是驚。學你ลองจัง啊你 break up the clot or something 嘅時候，你叫痛咯。上次龍教啊，龍教就塌了，要做係痛。龍教啊，龍教咧，有上邊嘅時候痛咯。OK，咧伊是安怎咧？伊是安怎可以？你成日講 OK，你 capillary 啊，嗬，唔是 clot 了咯，嗬，唔是有佢哋。maybe 有膽固醇啊，什麼咧？唔是，隔了就塌了嘛，就所以伊 balloon 喎，伊是像啊真正幼嘅一條鐵線你看呢 ，but then 一直勁起來那時，伊成個 balloon 啊，你看到勁起來了，我咧你 clot 嘅了嚇，你 clot 嘅了就痛起了咯。啊，你講啲我咪教你講，痛起了你痛起了你會咪驚了咯。你等陣，你心嘅會見到塌，有唔是干那一種嘅 ，OK？Roughly speaking，阿家，你會分兩種 ，OK？Acute 真正 acute 嘅是 fresh clot，OK？所以你會定起來成個你只會見起 ，OK？嚇，佢哋是會見。佢哋是第快嘅，所以佢哋是你做你會工課平常，一無條啲心痛甲成個半死，成個你要死咧，你流靈汗了，你有會到你本身會死去。OK，佢哋是第咱叫 acute 啦，第快嘅。了，即係微爸爸係第快就第快12啊，咱叫。啲風險嚟，伊風險來了，你一聽真正快來，一本是真正正辣，你未想到你會就慢嘅款啊，你見到一邊嘅款，就企喺度塌到停嘢。你會感覺唔是干那聽了就無，你會腦本感覺想到你會死，無你真正驚。假如你想你要死，因為這個安尼快就塌啊！你嘅辛苦真正謝人哋，所以你嘅腦啊想講你要死。係黐住係講啊！經驗安尼款嘅，有若是經驗安尼款啊，加了講上，伊人講我想講
我吞未死了。哦。OK，佢咧是 acute，真正快嘅，微娃嘅。你聽伊講啊，阿妹佢會變，佢會困，然後佢會困起來，佢會感覺，哎呀，我無爽啊，佢會塞車去落困樓，這裡是 subacute 嘅 ，OK， 所以較濟這裡是唔是這裡新嘅血定啊？這裡是atheroma 嚟，伊慢慢啲DDA 啊，慢較慢咧。所以這裡呢，你接起你個腦嘅啊，會話我冇聽到你講，伊人無學你全部來識啥？伊無學你一個化學學你嘅，伊好食藥，伊無拍針藥嚟，係咪嚟？拍針啲內邊你嘅血經一種嘅化學學你嘅定了嘅血變做水氣，啲筋啊。要學你拍，要學你就晒其實。有啦。佢咧 acute 嘅呢，伊是一項呀，你都會有 thrombolysis。他那係點啥呢 ？ambulance 嘅人本是會好做了。頂擺我做 junior，如果接起你個腦，baru 接起你個腦嘅時，佢咧點啥？你都會接起你個腦，伊人教學你，因為你學人，安尼款嘅藥啊，你家己想啦，你嘅身軀有幾耐會有 blood clot 是好嘅 blood clot，是賣互你流血，你那邊你嘅 joints for example，OK， 你嘅 joints for example， 你那邊你嘅腦 for example， 你學安尼款嘅藥啊，你會無掉啲開身軀那邊流血啊，所以真正風險嘅真正你都比較高啦，用安尼款嘅話嚇。特別係咧是學 acute 嘅，特別會話咧是 subacute 嘅較慢嘅，所以人有點聲做 angiogram， 有點聲做 angioplasty。OK，angioplasty 是你吹伊個鐵線，接去交甲伊個接去個血經，交甲伊個胃上下嘅胃了，伊人會either 伊人會本一個 balloon 開 stretch 伊個 atheroma， 可以 atheroma 破了伊個血經加會擴。啊無伊人會做安尼款了，摻下一個 stent 是一個鐵嘅成個 spring 嘅安尼款，特別內邊伊個鐵線嘅時，伊真正散，接起落血經嘅時，伊膨起來，伊膨起來嚇，伊膨起來，驗落血經開。OK。明白冇？你會我講就會講。所以我同佢話有食藥咯，我特別食下咧 aspirin 咯。aspirin 啊，伊無好你 clopidogrel 啊，伊無好你清血藥啊。清血藥。有啊，佢哋年嘅藥咯嚇，你會dinner 之類咯。是係咪啦 ？clopidogrel 啊，是係咪 clopidogrel 啊 ？Plavix 啊。I think Plavix 啊，Plavix 啊 ，Plavix 是baru jenis. 你sangat lembong嘅鼻啊，我係食佢。馬來西亞我食咧 Brilinta， 我食 Brilinta。แล้วเหรอคือ4係咪 Bisohexel 啊？唔知嚟。哦，你食冇疼誒？係咪 bisexual 是你講 ？Bisoprolol beta blocker 嚟。係你 for blood pressure 啊？唔是叫 blood pressure 加做好你嘅心被上快，你嘅心越快。做只自工嘅時候就突咗。就這工，แล้ว就這 oxygen， 伊就被有就這 oxygen。所以買好你嘅 steam 好上這 oxygen， 所以做可以較慢。所以你心跳唔係咁快。แล้ว你 blood thinner 係咪名 ？Aspirin plus 係咪 glycine 係咪 ？glycine。對咯。
叫 glycine แล้ว阿龍啊不唔是，我話我阿龍是唔會困咧阿龍。mg 咯 plus glycine 咯 glycine 45 mg 好這樣子啊不，即老官仔係咩老官？glycine 喎，冷冇用 glycine 點講咧？冷冇用 glycine 嘅就係我話我所以aspirin 唔是，按照講係 blood thinner anticoagulant 血，按照講清血藥，唔是清血藥，是 antiplatelet 嚟 ，antiplatelet 是買好你嘅血加結，唔是加結，form clots 啊 ，because 血唔是水啦，就冇血是 suspension 啦，我唔記得講啦，我記錯，血是水了，那邊有真正嘅 cells 嘅，嚇，and 你看啦，你血到尾，但係點等嘅血未使，你未使喝血停下，如果停了，佢了伊 cells 塌掉啦，塌掉伊 cells，就講啊。伊特別伊裡面就咱話紅血啊，紅血球、白血球，係咪叫到啲你血誒水裡面成個浪膠，你看你話伊儲藏血直行，咱若是講伊就塌掉伊儲藏血嘅啦，伊血嘅啦轉去啊，加了人動物嘅血都俾直行，未使停掉嘅，若是停掉了，伊嘅 cells 嘅了咁白嘅啦，就尖咗啫，It will come out of suspension 嚇。你真係做杜血冇？伊人睇杜啊，可以去入去一個電巴。伊拍到啲電巴了，伊人留意啲電巴走去，冇一蚊股呢，對來伊血啲會低了，咁了伊水啲點咧？咁了血啲會低了，了你會伊成個菜園咧，你會咬起來佢定了嘅。差不多定了，成個菜園啦，個大行是成個菜園。Gorilla 問題係就好涼咯，Gorilla 問題係就。你就計個理就可以。唔會啊，羊血，因只就食羊血嘅咯，本身一個我嚟到，我唔知講什麼物件，我看到兩隻物件一個，我講什麼物件講血嘅，伊個兩隻鴨血是兩個一個，每年羊血。羊血啊，Gorilla 冇只係洋葱子，有只羊血。上個啦，特別係啲胡椒咯，真好食。你話話，我冇得個看到人講到個超市。嚟講下。你話話，你去做是但係你捌開過刀，你捌開過白行刀嘛？我會記，你捌是去刮，你是刮單什麼嚇？甲我想下。叫刮單咯。嚇，แล้ว即係我拉沙開，即係拉沙嘅伊上個無咪上個開刀啊，喏，即係淡薄。你話啥？無咪成日定到你開刮單時間成日開到嚇。你無成日講，你無比。你食唔一食開嘅。嚇！你是開嘅啊？你打嘅，你是開一大份嘅呢，很長嘅咧。唔是 ，no， 唔是。我就係你講嘅係你時嗬，伊成日係沙利坑啊，你講你嘛。嚇。近日淡薄你嘛。我唔是，我係而家是一粒嘅。哦。你切餅啦，切餅。一粒嘅，而家是有嗱，開啦，嗬啦，一個食。伊未看到。嚇！我有一半8袋會叫。In a house。我有一半8袋會，一半8袋。哦，就等你啊，就等一半。I think 有5 cm 啊，你講呢？冇講就等啦。嗰時冇講就等嘅咩？嗰啲係咪係攞出？冇講就等。你係咪數買做？你 laparoscopy 會話嘛？你係咪數買做？你幾年你做先？講爛了。哦。你講你打已經爛了。哦，特別 remove。Actually，你冇講我聽了，就你我未記。你講我聽了，我未記。真係要安尼物件，要講reason 啊，依原因上面，即係亦都講得啱嘅。你打啦，你打。條塔你擺得，就是actually 你擺得天塔啊！塔就估啦，話講。哦。講嘅上面咧，誒，特別只係諗咪係塔嚟擺得。呀，咁嘅驚咯。
即係是我上genetic嘅啦，你會爸幹嘛有上冇食問題冇？breakfast，冇食 breakfast。冇關係啦，食 breakfast 冇食 breakfast 表，因為當要就一人關係㗎，食 breakfast 冇食。誒，你時時間嘅食 breakfast 數同埋，而家係喂，你講今晚冇肯食 breakfast，冇訂乜啫？我突然都冇特登食 breakfast。冇食 breakfast，你是講即係佢冇關係啊。包啊，冇你講，哎呀，我食米粉麵小姐。我頭先做咩食脆龜甲？肉了嘛？你講冇食龜哦，伊是蛇椒，到底打裡面蛇椒嚇？啊，你打裡面蛇椒咧，椒核掉你嘅2把刀啊！嚇，對，3把刀。所以你是到底genetic 嘅。呀，genetic 嘅，你哦，會掉個馬那是有，你會掉個馬有是，點解我買得是攞下我成嘅嗰位買得？啊，你講。特別本身往 eject 嘅要，應該講 eject 出嚟嘅要。B。係啊，你是 single gene defect 嚟，所以你被 check 嘅，呢是 multifactorial。你是講我俾佢 check 看，有椒啊，袂到第一單，你聽。你被 check 睇啦，你有聽嘛？真正做 ultrasound 呢，真正按基本。嚟我做，你拜幾？你嚟我做做，你 ultrasound 咪算咩？應該掉，我個除咗應該掉。應該打個佢做。我講第件事咪就，because 我買得貴先點先啊？伊是坐啲西湯對面人，規個人就是冇嘢咧，就伊樣坐掉咯，咁冇嘢。我去到邊個灣厝點先？伊 already 啲我爸 already 更咗出嚟係塗膠嘢就，所以我唔知伊做咩屬於冇嘢就。所以伊去到老官厝了，doctor 問我講係 postmortem 咯，係咯，我係點時我驚咯就係，我就講 postmortem 咯，就得有 genetic 嘅物件是我會驚咯就，我就講我免咯，咪做咯，係咯我因為我見，所以我唔係做咯，我係好嚟好奇咯，แล้วแปลก好事嘅แล้ว我係對邊樣咯，你記有事嘛？แล้ว我舊一表哥講就我表哥後嚟接落嚟，我嘛是嘢出嚟下地址嘛，你俾地寫下嘅就，所以我估啦地大我嘛就幾回就，一個挖條就，所以呢度就極少咯。後嚟我估本是 something similar 哦，係咯，喂，伊本是就我伊本是阿咪管咧，地就去無請妖咗，所以我就講誒表小弟接表兄弟講啊，唔知是唔是有嘢是真係真係啲，人隔了冇可能有事嘅哦。伊是蝦米事？伊是唔是 aneurysm？有時老了行咧，有直接困未請妖咗。是 brain aneurysm。我本自己就試你佢了就爆威麻。而家冇人去 check 咩？冇人去。哦。你位表哥個即係阿姑啊，伊走嘅點知係咩事啊 ？because 有本事用咁平平安安咧，好穩。伊是唔是成個我係隻朋友嘛？是隻少年20幾歲呢？伊困了嘛就冇請曉，แล้ว都伊是 brain aneurysm 啦。都唔見啊，當然好似自己未請嘢啊。特別呢，我唔是講รู้啦嚇，安尼看起來平安咯，我嗱曬都是困了，死期本是。佢是免拖哦，免拖，即係住摩托鈴嘅聲，就住嚟免拖。對摩托鈴，冇啦，我數本啊，我咪都出老虎。我摩托鈴話摩托鈴你講下你聲聲，一對嘅啊，你聲，The Clubhouse。係啊，馬路 OK 咯。嚇，淡薄，你講下，你講。我係我去 gym 時，我手河dumbbell 壓掉，佢啊，我係手腦仔吹氣，手仔頭呢，我猜冇掉咗咯。然後好掉唔掉我唔得自己啊，好嘅是唔好啦。得自己動仔係你冇命仔，冇命仔係得自己啊，第四啊。啲臭啊咯，同佢。無名仔是無名仔第四咧，第四機，冇超支嘅，超支嘅。正超是，仲正超是拜超。正超。OK，要正超啊 ？OK，了安怎？你去到了，你做掉嘅是，了我當然講我卡嘅女呢，我聽你講過定嚇。聽我女你大腿嘅我你呢個人女嘅等於，แล้ว你安怎你去到近處安怎？
講我負面講話。了，佢人啥？了你知道了怎？咁我就聽。誒，等陣 mute 掉去啊，maybe internet 冇事。啊，佢就對嚇啊，了，你安怎知道了聽了安怎 ？OK。哦，嗰樣我哋係直接是我係生日咯。啊，都條白表嘅。啊，條白表嗰樣，然後我條嘢我應該條點先少成個碌架嘅骨，肯定是啊。喲 ，Oh my god！提高做嘛？嚇！我都冇跟一把呢，特別我到之嘛咧，看到自己看見點先少，哦，我講我看到出對 I start 我啊，我頭時去啊，哦，你是 shop 啦，嚇！你是講係就 shop，我是請。了邊有人哦？好彩有人哦，無人可能我頭講到別項物件話啦，哦，有人掠我咯。喲，了佢邊咯，佢有人嗰邊都好多公司掉，了叫那邊嘅 health service 人嘅，了人叫 ambulance 載我去載我去政府嘅咯，去到載到政府嘅，佢有政府講。如果保險你去數錢嘅好嚟講，數錢你馬上做好你啊！伊講你政府嘅排隊等了啊。然後我去佢有唔見到打電話叫朋友嚟載我對伊架車啊。然後我個家己換車對厝站 A，家再去迄個Gleneagles咯。啊，แล้ว你就在你已經學去啊，未結婚？冇機會啊，已經是做 treatment 了，包起來了誒，已經治療會啊，拍治療。伊是開刀啦，開刀時間叫你去咧數錢嚟開。哈，伊叫我去數錢嚟開哦，唔是開啦，剃到短啦喺這裡。哦，你咪叫你翹你骨，但是講除嘢咪對個你翹一骨啫。我啊，包到那邊都短啊，都管剃到短啊，骨除到那邊個啊，當劍。嚇！你不要緊嘅啊！啊？伊生到對啦，伊生，佢在。伊介紹一佔了8%，我看伊嘅件嚟講是冇100%。哦，但我啲看答呢，係咪答係咪？我唔是咯。哦，你聲對，你請 wireless headset 先。冇啊，我用電話直頭 direct 講啊，可能我線冇水哦。嚇，你講我係咪揼一揼？我唔知你講。我講應該是50%肯定咯。OK， 我去教點先時，我估夾我想夾隔了直頭去 clinic 看路管嘛。了迄個人看到我講我手留掉去，伊講你直頭去ED 哦。我去教 ED treatment 了，叫路管來，路管講等陣阿妹會使做一種 operation 啦。嚇。So admin 咧佢後 operation 咯，對咧就成個係嘛，係你頭嘅講嘅咯，係你衫哇情坑又唔掉，情之柄，後仔又會唔使啊？我有白呢個路，好大個白呢。冇。我情頭前我看頭前情後背領，看後背情頭前領了。我都就係正面情嘅，有你 hospital 正面情嘅，叫到程度都計生嘅，加型嘅。頭前5年會生就會了。我去 operation 嘛，แล้วอี部邊咯，แล้ว我就我แล้ว搞尾去了阿妹嘅天啊，佢後嘅大腦節喺度對樣。你以為是拍把針拍到你手下邊呢，就係你下邊呢啦，你冇困嘅啦嘛。對，有迄咪叫 cold spray 啊，伊無加真呀，我無加我手，一聽咧伊拍把針去啊，佢哇，伊拍把針，我看出伊針啊，叫大機哦。我拍我 cold spray 有效啊，拍壞。我俾妹咧，呢個 cold spray 有效啊。伊拍 cold spray 佢後伊加嚟拍把針，我伊無 cold spray 先。就係呢個 cold spray 有效啊。你咪即拍針嘅時，你冇聽，你冇感覺。你本身係感覺呢個針冇，你係感覺呢針冇。淡薄。我知啦，你感覺淡薄呢？一做 ring block 啦 ，ring block 是一拍針是一邊了兩邊，
normal 病，伊家裡 normal 病，伊8針啊嚇，然後對面本就8針淡薄。對，應該是你香港嚟講是羅餅，對冇啊，一餅啊，手本下餅位，後尾手尾冇，有特別羅餅嘅，有特別有羅餅嘅，有可能你冇感覺到伊第二刀，伊你冇感覺了，是 ring block 嚟，แล้ว做了伊開家裡把戲，你未感覺過行了。對，到尾因迄個 operation 點聲是呢有限落去沿線咯，就是講伊來 support 伊啦，咯。所以家裡係 good cheat，是冇幾耐 good cheat。冇啦，這裡你愛看，我會使 repost 看迄個 WhatsApp 位啦。你係到時你嘅這位啦，你嘅即係你嘅咩啊 ？Clubhouse 上面嘅 profile picture 呀。哦 ，OK。WhatsApp 是㗎，OK，唔緊，我 try 下。WhatsApp YouTube 裏面看到嗎？有，你換你 profile picture，你其實經嘅時候應嘛，我咪成塊掉。就個有但把你特別嘅邊間到這邊嘅，就是諗乜開過多過正。我掉嘅事啊，後尾我去偷線時哦，我偷啊，我老公搞邊搞我偷啊，我失去咯，我看借到迄個名稱位啊失去哦，然後老公啊，我請嘅時啊一樣喎，Mr. 姐，我叫 Mr. 姐，我叫，你讀到赤講了，你驚會是唔是？因為我未當下裝嘅聽啊，伊就是成個嘟成個嘟種嘅，我未當嘅。嗰啲。Is it shock 呀？ Is he going to shock 係失去呀？我伊偷線時啊，所以這是偷線時，咱唔是冇好路多咩？伊冇好路多咩？踢掉係，你是講踢掉？伊叫我借咗名稱頂位個啊，แล้ว我小氣我頭殼惡青啊，我青嘅時啊，我看到我看到頭你想借老官嚟 I smell a lawsuit. I smell a lawsuit. 所以你是應該點？你是講樣是較好是互你踢掉，所以你未แล้ว個頭尖啊，你個做呢款嘅物件，我是較安全咯。你做冇 ，maybe 是想講哎呀，家裡有人會蝕未蝕嚇？有人會冇啦，你做呢款搭檔本較安全都可以踢掉，把扔掉啦是咁。แล้วอีสิ佢啊，你就冇插啦，伊就多了嘛。แล้วกับเว้ย掉，各位冇打咯，度家陣去伊啲嘅一座咯，使咩喺邊度上梅花路嚟喺邊數，都超家陣硬掉啊！我講冇我自己。哦，那咪是其實咧角掉頭，因為上到去隻就下。係隻了跳啊！叫doctor嚟教，伊講伊看對我個隻 history 啊，伊講誒，你 cholesterol 有淡薄，講你肯講咯嚇，我淡薄是point something 嘅咯，decimal 嘅咯。咧伊講愛食藥，我講免啊，doctor，我一個somehow啊，一個cholesterol 是舊年嘅咯。舊年 result 因為了舊年 result 啊，了。就啊嘛，愛開藥啊，有類嘅嘛，攞個做類嘅，講doctor免啊啦，แล้ว嗰邊我個妹doctor 未要，冇啊，你對啉水嘅啫啊呢，我就對要幾多嘅那，係啊，啉Vita都好。แล้ว嗰邊見到第二座時哦，佢去偷伊嘅 iron wire 點先時哦。老公驚，老公講你對我跳啦，然後佢跳出嚟啊，係咩位啊 ？Kirshner wire，KIRS。係咪是 Kirshner wire？是 support 你家裡嘅嗬？是伊個名啊。不，係咪是 what is the purpose？用學家裡，意思做係用學家裡啦，成個 splint 啦 ，splint。OK。做一啲，對。OK，特別是 inside 啦，就到南邊，你就俾你跳出嚟，可能，還是到啲個下爆掉呢？啊，看人做啫。
可能考嘢話嘅看你小英啊，哦，伊本就睇啊，你看你本就睇講點。嗱，應該點我你看伊個小英。我未看到。Clubhouse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咦，我看我女啊，我已經，我看到我個女啊。頭一時仲有，哎呀，頭一時我仲有個你。哎呦，係頭時要見咯，後尾我超仔變形哦，變架我朋友笑啊，喂，Miss 啊，你超仔成個爛椒頭啊嗱，媽哦。哎咩？依家頭整較胖啊。我好你看，想無想都家己。啊，你好看人隻頭啊，嚟。哇！誒，我俾一個半哦，interesting 啊！即唔掉 show 啊，即係 OnlyFans 嘅，即唔是俾你學嘅力啦。OnlyFans 啊，落結除啊，你冇多領 onlyfans.com/onlyfans， 唔是 onlyfans.com/motoling。好女嘢咯。就 subscribe 啦，嗱，咁咪可能兩隻頭。哎呀，本一句 episode 㗎啦嘛，句 episode 冇講到物件錯啊，直頭佢講到兩隻頭。是啦，地會未使款嘅咩？嚇 ？Blood donation 未使款嘅咩？咩嘅？地會未使款，我唔是會攞啦，會攞。係啊，咁 blood donation 嘅頭都貼掉，唔是咩？都貼掉啊嘛。Yes, of course。特別我是，because 就是說我 every 2 weeks 我是佢 donate platelets 啊 platelets 啊嚇 platelets 啊，我 every 2 weeks 我去做嘅咋，我未使看嘅咋，一日一直做 1.5 hour 就一點鐘半嘅咋。冇像咯 ，platelets 都唔是你嘅 oxygen carrying blood cell，所以伊人冇驚你蝕去咯，什麼 platelets 冇伊人冇踢你嘅。冇，意思講，伊叫伊袂使困，就被扯掉。啊，你冇你一點鐘半嗰陣就成你就說，我看個我就困去啦。伊阿諗彈嗰陣，一直就走過嚟講我你袂使困呢，我做咩事袂使困呢？哎呀，因為你土病呀啦。不，阿龍，我 explain 同你聽下咩事 ？OK，because 咧，伊係咧 ，I think 你用嘅係咧 machine 呢，伊係咧。要 cycle 嘅，要是買 cycle 嘅咯，所以有時話伊 alarm 彈嘅是伊愛錄定，伊愛你手定，所以你 blood flow 會較水。OK，so once 伊 feel like 伊 ball 咧是你，咧伊 when 伊家己做一邊 process 是你慢定咯。你未話咗線你都就，你講啲物件搞出嚟咧嘛，伊嘢伊嗌物件咧，伊個氣到啲回學到嘅嘛。對啊。你 process 你係頭顯起你真冇物件做咧，我知道困意啊，伊叫請我攞刀就，幾拿刀就，叫請我未使困咧。如果你困嘅時，你冇定咗，你 flow 較慢啲咯。呀，伊無實講伊成日有危險嘅上面無啦。對啊。你話要學你知啊，你 calcium 嘅 tablet 是 for 你 start 嘅嘛，對哦。冇，伊無我知，伊個人學我連水呢。我覺得我地攞我未識講邊啲就邊個都學我只邊時就排字係，我咪講你食話唔啲。我伊 suppose 愛學你只 calcium 嘅 tablet 係 because 伊係你係即伊 anticoagulant 啊哈，伊係 bind 嘅 calcium 嘅嘛。我伊是 drink 就伊學我是罐 drink。冇，伊 machine。哦 ，maybe 伊 drink 上面有 calcium。伊我罐 drink 嚟，伊叫我啉嘢你 drink 成嘅。哦 ，drink 上面有。伊買學你 hypocalcemic 啦，你會 cramp 掉。誒攬你出即perioral numbness。誒，等陣我看每個別人啊，即係你咪是捌開過，就人別人要過 share 開多嘅，告訴我。等講了，我講啦。我有開個，我開開盲燈咯，我自己去。哦，阿龍，我你係咪難講？就未知咩事啊？時候後面講嗰陣，我講嗰時阿龍講啊，我啲時我都 confuse 啊。阿龍講啦，你講咯。阿龍怪你啦，我時佢哋講我是真係掛背本是開刀啊，我是掛背本是開刀掉。啊掉，你開佢哪刀啊？我開個哪刀，我是掛爆背咯嚇。我哋行嘢就困咗，然後我咪實叫我佢先掛，
聽到我未唔知做咩事咗，巴肚真正聽咗，所以就徛起來咯。未記得有人教過我嘅，伊講我你卡徛起來，聽卡就未徛起來，聽卡徛起來，唔該是聽到你講嘅咧嚇，迄個就是綁定啊。啊，你都第三，我聽到我徛未起來，我聽到我笑咗，所以我就哇，我怕聽過本，代表我未記是多卡是只卡，加卡。我是同話車去攞罐廚咗，都結果佢哋南華耳邊啊，一個獨着腰住你，佢哋綁咩？哎呦！哇！我同你講，我未白車啫，我真係艱苦就食苦咧，我白嗰時啊，我就驚自己攞罐廚時，我講我應該是盲等暖啦，我未攰到，你看到我攰裏邊啊白色啊，攰先慣嘅咧，你講攞出嚟，你厝嘅人你講。我架叫我車嚟，你鬼我車過，嚟，借落嚟。學一浪啊，如果微微話揾落嚟。我攞好聊本咗，你鬼我車嚟，冇 family，一直到後我接到關注啦，伊講我特別講見咩未開學咯，都特別休息先，以後我只聽先困掉，第二次個開到我開到本時啊，厝內邊冇人在嘅了就，我直頭去開到時，我頭時都學佢哋幫美腰咧，啲人困嘅啊，我計見啊，就到我唔解計見咁困咗未請，計見就到，而家係 feeling 啊，就請阿偉，of course 阿偉以前講我係人照摸嘅啦，架帶佢會死啊佢講，係啊，我出嚟啦佢拗啊，我請嚟事啊，你話我話冇咧，做嘢咧。應該飲嘅啦，而家你少個講笑啊，嘅啦而家。你 ska 咧？你 ska？當然冇呀。哦。當然冇，就第一年係 1cm 嘅。當然冇呀 1cm 或 2cm。但面是 laparoscopic 嘅。係是 laser 嚟，我自己嚟邊人開始嘢。係啦，喺裏面游出嚟就，我盲到出嚟就。係啦，呢個是刮一坑咧。嗰時日日都200歲。呢是刮一坑係自己 straw 自己入面掃出嚟。係，我一直灌嚟，係啦係要注意嘅。如果係客家嗰時日日都200歲，我日日都200歲，點啊？哎呀，你夾嚟哦！我日都去。冇你夾嚟過了。炒嘅多。咦，炒係喺成都嘅啦，佢哋個鹽對佢嚟煮。我係南下兒啲邊樣做嘅。我本有咯，伊本好我嘅 jelly 嘅，即係我唔記得啲嘢咋。我好快咧，係我看，你是撥啊，你係點嘅？你啊，我看伊個菜人。哦，來開。bằng tiếng à? Voilà, e cartilage. Đó là佢學佢知道出聲啫。Tapi係講咩水河路？係咪水河路啫咧？好啊！係咪水河路？河路咩做咩？你路面嘢嚟嘛？你辛苦嚟嘛？因為河路邊咧學嘅，你試學人看嘛？等陣我俾讓弟弟講我好 ，because 所以 automatic 嘛，就人出聲就是 show 咧嘛。然後嚇 OK。妖，吉利哦，300年咧。有望呢？哎呀，唔制啊！河路做咩好啊？係你好啊！你是不是小生多哦？我冇小生多，我係客家啊，我係冇有。如果計你冇大等啊，都大等啦，係你坐裏邊啊嚇，要嗰啲 East End 嚟花冇事嘅。一整成一整石頭嘅，呀冇。我那邊係攞，你係辛苦上架，你係車，你看啦，你係 mechanic 啊，偷你係 carburetor 同埋河路嘅股嘅都對咯。哎呀，哈咪啦，你似貓噃，可以貓隻啦。嗰樣嘢冇愛啊！我講掉，我那邊 Malaysia 就係攞啊。Hale ni HPE sample is I claim to tu ye zo especially yang hale hui kao lang yang usually yang cho hale bisa kong example ko mastectomy as hami ha yang I claim to tu ye because so yang bigi tai ma oh my god that is so fucking unnecessary ai ha即係人冇上嘅教嘅，特別對，所以有陣時特別睇對啊，學燒掉啦，把到時是做隻大嚇，所以樣嘅辛苦做隻，OK。對，跟住俾燒掉啊，燒啲成都會啊，係啊，梗係燒。我嚟咪燒啦，而係燒多 store room 啊，是係咪？誒，你咪燒，冇燒成都誒，派佢咧。你講你燒老闆啊？
ลูกกาจิงกา是你哋被橋架了啦。啦，正下面啊，馬上有時啊，major audience 係。等陣，啦，我會教嘅朋友起來啊，會教朋友起來講啊，等陣。阿里巴巴起來啊。阿里巴巴歡迎，誒，會起來，但我覺得 hand raising 先啊。係咯。等陣，阿里巴巴嚟，阿里巴巴起來講啫。阿里巴巴是有投資到嚟嗬，本來學見。落音。冇啦，第二道啦。聽嗰句有啊嘛？聽嗰句有啊？咪是有嚟，又俾第二力，又俾我 the last topic 一直嚟嘛。哦，OK，嚇，阿里巴巴嚟講就係真係少少時會教嘛。我未看到伊啲 clubhouse 冇。對，特 clubhouse。Yes。是那個 house 入邊。等陣我看伊麥開入去。伊麥冇開。阿里巴巴麥冇開嘅噃。等陣佢麥冇開咯，我諗看啫。走落去啲，走去係拉布好應該是。哦，嚟咪幾多單啫？แล้วก็จะ嚟得啲。攞塊阿里巴巴賣開哦，有陣時拉布水時啲賣未開。拉布水家己我都冇開哦。攞看到我嘅，你看到我嘅今日節開啊 ，Hello， 嚟歡迎sorry 啊，頭先我有聽到講咱嘅朋友講會教嘅物件，但是有真濟是誤會咯。我人嚟講夾到對本啊嗬，會使講我本無夾本會使，我人嚟講夾本我本是夾夾無講單個死啊，隔嚟監到就會無嘅啦。後面人愛去修改你物件，修改你估。對唔對？無管係咪識，本係咪裝舊本相嘛，冇理由嘅嘛對哦。你燒股伊本係臭嘛，本係歹嘛。特別你，就是講你夾啲佢啊，舊本是真正愛人自己清氣嘅嘛，對唔對？夾，你說你夾掉咗你對夾去大聲啊？你成日開刀出來面？我能夾去，我都看過係咪物件咯？開刀嗱個有血嚟講咧，我能洗個清氣咯。夾你咩狸貓啊，夾你洗去清氣喎，然後就夾去戴咯。夾去戴嘅嚟講啦，我就盡量吹咧，馬斯嘅所在啊，馬斯嘅所在，古堡位啊，我能吹喺邊先在這裡頭啊。哦，所以免講成個人講特別參與辛苦係大嘅那塊面呢。無一定嘅。嗱講你看，嗱講多到關厝啦，有嘅人啦，伊骹着刮成嘅，睇治療啊，係咪啊？伊骹成刮啦嚇，伊骹啦嗬，咱夾到對啦嗬，本是夾去大嘛。哦，成大咧，唔係講夾去燒掉。冇可能我燒家，係啦，冇可能我燒家，我死了我隔嚟大嘛，對唔對？所以伊看你物件，你燒起來啦嚇，真正臭嘅嘛。對，你燒去成都本好啦嚇。你成都嘛嚇死人，回來你住，回你成都，哎呀，自己卡。冇啦，小一兩時候你都對，就講有真正濟，formalin 好，真正濟咋formalin 啊，好你貴電啊，就 example 個以 example 上 breast 一啦，係多你米洛丁嚟邊來咯，都咪是可以你貴米洛丁對啦。可以貴米洛丁對，所以別炒嘅，你是 forever preserve 但是我能買本唔要緊嘅嘛。哦，所以你教唔是講你講，我本是有開刀過咧啊。你講，我本是有開刀過嘛，我是開我巴魯嘛，我巴魯啦，伊刮去嚇血啊，血刮我有可能冇啊牙斷哦，牙斷我冇牙。伊唔是我唔是講教人會教人特別牙，是唔是？我啲冇影響嘅啦，即係。哦，你是唔是看人有嘅人咧成日，有嘅人成日，你就講真正阿你嘅咧，嚇。伊人家對本好，伊唔是家去戴，伊袂戴之前啦，嗬，伊得洗個清氣，洗個無血流啊，伊血啊無半行咧，我對就家去戴咯。我人多數是吹咧馬斯嘅所在，還是古堡蘭嘅所在啦，嗬，我人戴啲邊會較安全，是講無面啊燈啊，無啥無狗去屙嚟食係咪咯？
你若講大凊彩啊，款多啲路邊款大嘅喎，迄個較冒險淡薄咯，你狗會去屙坑嚟食咯，對唔對？所以對我人本無好，對整體本無好嘛。是安尼款了咯。我是講愛betulkan，對 misconception， betulkan，但係就講咧嚇。誤會，即係人了解佢教嘅情形是安尼款對。你捌看過，你捌聽過人，成個人成個人講唔對，講被燒掉，個個你歸線啊，個來去帶，你有看過人款做嘅人哦？so far 無咯，無。你是講寄去帶？我寄去帶我捌聽過，燒掉我是冇聽過。寄去帶成日講你開刀啊嚇，然後行路對你燒掉我人會燒是燒蝦米物件咧啫？嚇 ，uterus 但係是嘅，但我有聽過燒掉嘅咧是燒蝦米咧啫？囡仔出事喎，囡仔我亦大仔會講是唔是有一條過多啲嘢嘛？加掉啦，打起啊！係你是有人燒哦，係你我捌看過，有人燒。阿嬤冇燒嘅阿嬤。Yeah， 你若講 ，yeah， 佢哋是 for sentimental value。其他部分嘅了咧，多數是也去帶咯。特別你買，你唔是講我成個有反掉，你會教嘅攞啦，係阿里巴巴。但是講你有啲人冇，成個講我買嘢嚟講，一般你唔是講有做唔掉嘅可能啦，唔是啊？冇啊。冇關係，本嚟冇關係，交教冇關係哦。意思按照講下，交教冇關係，意思按照講下是講，伊即個物件即係我唔知啦，其他教嘅咧本是想嘅愛前期嘛，咱下面物件本愛前期嘅嘛，對唔對？咱在講咱嘅身軀嘅其中一部分啦嚇，有夾出嚟啦嚇。雖然有拍食無蝦米啦嚇，伊本久來本是會真正臭嘅嘛。對唔對？又拍又話好，伊會歹啊，真正臭啊。迄個臭啦，伊會生痰啦，蝦米啦，對人嘅身健康是無好嘅嘛，對唔對？所以講教本就教人講按照講本是愛顧咱家己愛清氣蝦米，所以講款嘅物件咧，人就袂使燒。其實我人是無燒嘅，我人是一頭夾去帶，我人無燒過兩日，一日呢，我就夾去帶了。你馬來西亞落關厝嘅攞啊，講特別好路行到對呢，迄個是有影唔影嚇？到底即特別唔係落關厝啦，我哋都。伊咧點落關厝嘅人啦？落關厝係伊攞就係講咱。冇，伊唔是講攞，但係伊 patient 係伊有 request 講下講未話被貼對。特別係是佛教人，你 not necessarily 是會教人，咪對，就愛拖到對你冇使啊。你會教嘅人夾到對呢，so far。會教人拖到對咧，是伊愛夾去帶，伊愛夾去帶，家己親手帶啊。OK， 伊可以厝嘅人去帶啊，還是伊家己要在調，伊就去帶咯。I mean 無啦，這是 surprising 是我跟你甲我講嘅，講是我也未廿對起嘅是，所以話樣是嘅是，我的先我有跟你講是本是會教嘅咯。我一講我樣是樣對，所以話伊pass away咧時呢，伊家被做隻帶做隻帶嘅，maybe 是伊。無啦，有可能是安怎的？有可能是伊迄叫伊夾到對嘅是講伊嘅蝦米可能伊在講一兩日後伊就過身咧，還是已經過身咧，伊就所以講伊夾到對是安尼款嘅情形咯，梗係做一道帶嘛。嚟講無嚟講，伊就喺另外家己帶。伊是啥 like breast cancer 嘅 case 啦嚇 ，OK， so 伊嘛是做 mastectomy 嘅時，伊嘅伊 patient 家己嚟討講伊被夾到對嘅哦。特別有咧，做 breast cancer 有可能唔是教嘅事，有咧是成日你就 feel 就 attach 你 part of your body 嚇，尤其是
查某甲伊 breast 哦，有的人啦，毋是講有可能毋是講是教袂安尼款的，是 maybe 伊家己 personal 的 wish 咋 ，individual 的 choice。我想一制者啦嚇，等有老公厝嘅人嘛。人即邊 group 有老公厝嘅人嘛，對唔對？所以我問者啦嚇，嗱講囡仔出事啦，有你啊，我人叫有你安怎叫啦嚇，啷？placenta。囡仔出，我唔知成日叫有你喎，我人會教嘅啦嚇，我人有廿多噸嘅，我人有廿多噸嘅，但係叫哎呀，安尼嗱講唔是會教嘅嚟講咧，唔是會教人咯嘅。你咪如果老，嗱講唔是會教人。我人廿咧，我哋講我廿多堆。真正濟紅色，真正濟種嘅紅色，伊人拖伊%多堆嘅 Gypsy 啊，正嘅 Gypsy 啲英國啊 ，Romani 嘅 Gypsy 啊，伊人拖伊%多堆，因為伊人哋食嘅。我就係定啲啦，乜事？你見人你朋友名係看講到底會招嘅大兵嚇，大兵咪是。yang offer 伊食伊 placenta 個 ，I mean 伊特別伊有食，伊有食咯吼。伊有食。了所以有的人有咧，特別我人唔是食，嚇，攏是大，還是燒大啊？我人是大，我人洗個清氣嘅去大。睇你我不跳過。當人是學 doctor setter 啦，當人是。所以有個人嘅行，即係都講一種嘅教嘅無相咯，我人是定咗一個對迄個，因為迄個是人嘅身軀一部分嘛。紅色，迄個是人嘅身軀一部分啦，我人嘅教是教我反講啦，我人身軀是佢人嘅身軀嘅一部分，所以講袂使亂去掂，還是袂使亂去做咯，就使行去帶咯。OK，人行去掂啊，互人掂啊，成日講互老公厝人行去掂啊。等下阿里巴巴講了嘅時候，應該將面交俾妹。阿里巴巴都講一聲。哦，是一 line 個沒有事，佢就冚嘢。嚟到對哪呀？講了嘛？講了嚇。OK，應該將。我講了嘛，我講是講愛去大呢咯。應該將個係。講啊，古早嘅香港等嘅人本是有安尼款嘅看法，因為你死人相信啊，你死嘅時啊，你會規身軀被，你若是好啦，你會規身軀被起去天，被起天，所以你若是互人站你嘅骹啦。譬如講你嘅骹，還是你嘅手啊，你都無 complete， 好了，你無完全，無完全啊，無完全了，所以伊人都無爽了，所以人古早嘅香港等有安尼款嘅關係啊，就是我未講安尼款嘅。咁唔是南西，你講你開刀嘅經驗。我開一個拿刀啦嚇，我講提供一個自控。你試試下，你試下。好啦，計試下。真係啊！我被做咩啊？我被做咩？安尼當一個大聲，你看我。看我啊！我大聲。我教我冇啦，我已經撳掉佢哋咪啊。OK。then 以前咧背 MCO 以前攞年整啊，你看。我就 start 會幫到我嘅耳下卡真夠一粒物件，伊是個四粒啦，然後伊無咩會大，無差。你耳下卡是得幾邊？MC 阿莫管你啊，就是耳下往一粒嘛，咁無？你耳下住個情緒需要呀？耳下會卡呢？耳下住耳水咯會卡。所以到底阿莫管你位咯？就是你耳下會卡就咁啦。OK。所以到底你 neck 位啦，阿莫管你位啦。阿妹唔是有簽落去嘅。neck 咪有簽落去嘅，是唔是？你耳阿妹你幫你耳是有簽。所以你耳住嘅阿妹柄啊，簽落去嘅。阿妹柄簽落去嗰邊㗎。你我頭幫到，一粒。
到啲裡面，呢就啲配嘅是較深。新鮮嘅事咧，伊無講一啲內面嘅較深嘅。然後我特直幫，我無想幫啲，我想講可能做嗰陣呀，聽講，我本我驚，真係驚。แล้ว先是伊是聽是無聽無蝦米，แล้ว搞個伊是兩三年前哦，แล้ว上尾搞個 MCO 過後 ，MCO 嘅時候，伊會多粒去哦，伊會多粒後，我有淡薄驚咯。然後 OK 啦，大家愛看 doctor 啊，我本體是頭前嗰時無愛插伊，因為無多粒嘛，佫無聽，然後咪關醫生哦，去看 doctor 吼，看伊講係無辦法，就俾愛開刀咯，知着。然後伊幫伊一看，伊講哦，即個是迄種嘅阮嘅流，阮嘅喙瘻，即個阮嘅喙瘻是。Salivary gland 哦 ，salivary gland，submandibular salivary gland。哦，你是探子嘅事實啊！你是咁接唔記得啲流亂個邊整嘅？唔知喎，伊唔知喎。伊講即個是無啉膠水啊？哦，然後伊講即個發生我都別講嘅了，嚇，比如講真係 common 嘅，真係濟人本有。了，伊是安怎會碰起？就面是伊無出，了就聽啊。parodic tumor。就睇咯啊，睇呢邊㗎哦，就塌啦。parodic tumor 意思叫，嗰啲我幫佢小英好你看啦，一變一個白氣咯，變一個白氣啊！伊講我講 OK 咯，開咯，無會最做到了安怎，所以我就 appointment 就是下禮拜就做咯，你去做咯。然後伊特別我因為開刀我已經開過啊，我知伊不是了㗎了，但係伊唔知做咩 MCO 又咪做 MCO 真正麻煩咯，我愛做即個PCR test 啦，嗰啲有嘢啦，真正麻煩咧，袂使有 visitor 啦，咪嗰啲 OK 啦，不要緊走去。特別咧，伊知道伊嘅 test 真正濟，甲頂擺邊，我頂擺開即個fibrosis 啲位即個 breast 呢邊嘅事啊，我較少年開嘅事啦。我冇一個 test，即個 test 伊有。OK 啦，有 MRI 咧，應該是 MRI， 我唔記得 MRI 嗰是 CT scan 啊，要放 contrast 嘅。但頭先人講嘅放 contrast 是 MRI 嗰是。CT 加 MRI。你部 CD 有 contrast 嘅。CD 啊，咁幫嘅。即係可伊嘅 contrast 伊嘅超咁幫嘅。頭先我潮出來，我講咁幫嘅事。所以伊嘅 contrast 啲類超接嘛。一超bằng一個針了，就是加了藥，就是迄邊個針啦嘛，咁無 antibiotic 啦，個 strips 啊，加了迄邊個針嘛。調血個了本是有一個跳啊嘛。哇！我老講迄個是聽甲好，我本我知，伊成燒呢，係伊成本啊，無伊成燒嘅係。燒了，本咁迄個見個了，好攞見骨啊！主要不要緊，使調筋哈，你背嚟超調筋噶，迄個針接去你看你垃圾，特別唔是針嚟，伊是 contrast 嚟，所以伊放 contrast 伊照歪頭先咯，แล้ว照頭，แล้ว所以佢只做 X-ray， แล้ว調血吼，我特登有調血嘅度，特登有調血，一刀嘅調血我唔知做咩事，伊就是隨便條我係嚟揾啊你，隨便條筋，你去筋，所以一插個見唔到筋。一插真啊，10刀就插個第一種20刀啊！我一敲出來，即邊因為我多少哦，因為大刀伊講如伊電話 OK 啦，如無插多少先，因為的不嬲就是插正手嘅，我以前甲了以前甲了是正手嘅，因為正手健可能用看，一刀伊講我插多手較好啦，因為迄 nurse 本較好啦，一接嘅嗬，我直頭血，迄個血嘅迄個筋哦，別嗰度直頭別去。別咯，咧內邊就烏青咯，蒸啊咧無啊，咧用正手本真一隻刀本是白，小杯點正杯後攞啲，出一隻骨料去 stop， 無法咧我白啊，因為我手真正痛，真一空啊，แล้ว小杯一請一個 doctor 來咯，即係係種嘅調血 doctor， 唔是 nurse 咯，佢傾有經驗，一來一刀過啦，哎喲，特別咧，因為我無啉水。我想講半衫是水本袂啉了，人講我人講調血會使啉，我朋友講調血會使啉水，你去啉先。
啉就用甲用抽着攰，然後去啉水咯，然後食了物件了，迄個 doctor 甲來啊，一抽抽到咯。伊個 nurse 講，伊做了安尼濟年，毋捌像我嘅 case 過，安尼濟針咯，抽袂着，幾若肯啊，4肯5肯來本袂，迄時我比我開到較慘誒，然後迄個是早一日誒。แล้วแกจี就去做，แกจี咯，แกจี等啦，啊你 normal 啦，就是你接去，伊較就是每路嘅名咯，達到你開到以前一直嘅每路嘅，咩名，你 IC 咩，你咩名，你做咩啊？你讀到啥名咯？แล้ว伊是定講對我定接到咧，就因為我無緊張嘅，我關事啊，所以伊就伊較濟咧是，假如拍啊你針啊嗬，你看伊手仔，伊是較濟無夠曬，你就食去啊。哈。困咗，แล้ว以前去到頂麥時咧，下家頂麥時我是安怎？伊甲我放藥啊吼，我伊袂放藥哦，伊甲我講愛攞我入去嗲倒時，我毋知做咩，我是真正先。要成我 breast breast lump 咧 breast fibroid。要成跑路淡薄啊，有咧時伊是甲你講，你愛啲愛困咧。無本。我做時係 IV 後啊時候，伊 IV 裡面已經有淡薄成啊。伊講你係愛困，特別你未完全食起個啦。伊講你愛困淡薄，你 relax 咧啊，แล้ว接起啲都係時個幫我困去。頂麥藥是唔是會冷咧？我頂麥伊樣直直講問我講，你愛係咪哦？你一放一個貼哦，你放啊，一放一個貼是喺你熱烘嘅。放啲落去沙裏邊，伊隨行我講，你做咩？伊講，因為迄是開刀出來，你做咩？伊講哦，我驚你冷嘛，你喺度轉。我講我無哦，我同無冷冇無哦，是唔是頂咩嘛？會 anesthesia 會做你過程好準嘅嗬。伊成個面是 actually 會拉薩冷門，特別伊門會做你做慣咧，冷轉咯，慣啊，伊成你成個嚇真一慣咧。誒亂轉啊！波劍店都 OK 啊，你聲淡薄 raspy 淡薄都 OK 啊。未試過，咩數？因為掉白標嘛。Finally， 掉白標啊！啊對，個影響。誒，特別我阿毛管開嗬是快，我阿毛管開是快個哩嘅啫。伊是愛伊用一開差唔多6寸啊，你看呐。你開伊有一個額嗬是額開嘅。開我阿冇管過你開個了誒。喲，你攞這是你困起啦，我吹就一看是真正有經典嘅老老官。伊無賣路啊？伊袂使撥我因下面，意思講，無啦，誒，伊真趣味嘅咧，伊直直翕小影嘅，伊真suka翕小影嘅。哦，你翕我你看下。伊看路時，伊講我翕路時下，伊翕阿冇管。特別你無困起嘅咩？你困阿冇管嘅事。做了嗬，伊個吹，我無困啊 ，before 伊翕成咯。出片，แล้ว車咧嗬，伊個來看路時，啊個你翕小影啊，伊個就翕小影嘅就出片，伊個翕我阿毛管，แล้ว看 before after，你看你就出片，我會使幫我嚟條膜去攝嘅，好難看。你是正病啊多病？攞正病攞攞寸半。哇，佢大粒，你看到胖起來啦？一寸攞寸，安尼大咯，快大粒。胖起來，actually是我照鏡已經看到胖起來啊！哦，特別忘掉是女嘅啦，唔敢食，下嚟面啊！忘掉是伊女邊啊啦，動定定啊，你看呢？哦，誒，我而家唔是，我而家誒外口邊有一粒，只個我細漢個大漢都是有，特別我唔知啥物嚟，我老公講唔要緊，我細漢個大漢都有嘅。伊像啊一地女骨到底位，我是到底這邊嘅，這邊教我知，這邊位，到底位西本嘅位，我見到就一邊，伊這年啊，我唔知，點解我本有9歲10歲就有啊。嗱你想一下未必啲啊？哎呀，這成八卦呢？係啦，嗰啲。啊，無我看咧，我想會到我安怎食迄個面，迄個這啥物？叫咩啊？迄個sweet and sour 叫咩？迄個水梅。咕嚕肉啊！咕嚕肉啊！咁咕嚕肉就是。Oh my god！真食咕嚕肉啊，叫你哦。咕嚕肉是安尼咩？哦，快大粒本哦。
No，大粒無。當伊掛起，伊是掛起下面物件啦，你到底？伊 OK，伊有一支手啊，伊有一支手 ，OK 啊，2 cm，伊放一支手我看2 cm。所以伊是掛起下面物件，我怪大你啊！哈，伊是下面物件啦，南西。伊講是一個白嚟咯，你看因為叫塌了嘛，佢哋吹落啲你坑一啲丟塌去嘛，所以伊估伊嘛生一個條毛啲邊個咯。伊佢想一隻零頭，你看到頭前個尖這種嘢。啊，你無刮咧，伊是無險，把會煮掉啦。伊講有嘅人是一粒蘋果呢大個來刮。是。特別即係我愛梅蘋果掉，是我有影無刮啦，會變會危險無啊？梅真係梅。就是蘋果掉啊！伊大粒唔愛插伊啦，伊會危險無？蘋果掉嚇，伊會危險無？這是我冇聽到，這是 parotid adenoma 還是係咪？啊是 parotid stone。parotid tumor。伊個把伊是 parotid tumor 伊無做 histology 啊，伊無試驗啲嘅 lab 啊。應該是有伊有驗，伊驗了是 OK 是 normal 嘅，伊講 benign parotid adenoma 是第簡單嘅tumor 咯，即係你若是無做半項，你袂蝦米事，特別伊會直大啦。所以伊嘅問題是伊大嘅事，唔是伊做好你蝦米嘅事。有毒啊啥物？有啊，伊無毒啦，有嘅刀啊，伊本是會下條路嘅 parotid，所以你一邊袂做。未出一邊未出咯，伊本是伊真正話你嘅 facial nerve， 所以有嘅刀伊本是跌掉你嘅面嘅筋，你嘅面筋，所以我想大人本是捌看到啦，你平常時啲。你出去行是阿咪？你看到一個老人，伊嘅邊啊，伊嘅邊有一個大粒呢。佢就是安尼哈，佢就是安尼款嘅，安尼款嘅物件是 adenoma 來啦。So even though 未做好你無風險，未做好你死啊是阿咪？你是愛透出嚟啦 ，because 伊細是較硬透，你等到嘅伊大是較艱苦、較 complicated， 你未透是會影響到較濟位，你會變嘅筋啊，是你嘅 salivary production。salivary production 是真係有筋嘅，你知無？你食物件是你特別會消化做你特別在條做夠熱暖，互你補嘅物件淡。若是無你食是真正艱苦。你若是講頭，你都唔知講伊是 benign 還是 malignant， 你咪是特別睇出來，但係實是講你買開，所以若是你買開刀嚟講，你檢咯，你唔知是唔是 malignant 嘛？你若是講買開刀嘅人咧，伊使摕 sample 嚟 biopsy， 你唔知是 malignant 嘛？你會做 fine needle aspiration， 特別你都會看係咪種嘅。係咪種嘅growth？伊人做 MRI 做 CT scan 嘅時，伊人 radiologist 真係教嘅啊！伊人看伊個 pattern 啊，伊人嘅 growth pattern 可能是很咗轉。probably 較濟是一個唔是下咧呀，所以伊人看下咧information， 伊人家會知啦。fine needle aspiration 是真係硬嘅，你用一個針呀。像這些小身嘅 straw， 縮起來，幾耐 cells 呢就夠熱了，伊人會看啲入面伊個刺激嘅時，會看到是蝦米種嘅 growth。OK，咱講緊2點鐘啊，開到講緊2點鐘啊，你南西你講了 finish 你嘅告訴人嚟冚這 episode 啊，冚下冇講啊，我講啲是愛藝術，每是唔是咩熟起來，咧伊講未，因為伊驚熟啦，不夠前期伊會生多東西，所以所以特別開刀嚇。伊講較前期，伊愛 make sure 伊開個了，伊規你夾起來看咧，較前期無前期。伊講是熟嗬，伊驚無前期，所以買伊講最好是開刀。你到底有 scar 啊？冇管你嚇，即係咧，無啊。
你睇啊，就水啊，看袂出幾多咯。安尼大咧顯，伊是黏的嘛，白嚕 click 的嘛，無提針的嘛。無提針啊，你無聽是吧？頭早頭家講啊，一吧個老講頭家我講是第一招啦，吧啦，第一招愛一年間兩年吧甲完全無。無我嘅吧 case 感哦，覺開刀嘅吧，比如說我開扎幾刀啊嘛。我唔是開刀吧，我是我嘅伊是 nerve 吧？我是卡班吧，個叫吧，因為吼，老官家講伊講吼，我嘅 case 啦，even 都開了刀吼，我本是，開了刀吼，伊講吼，伊袂治療了，因為吼，你嘅 nerve damage 了。所以講吼，我是我卡仔小妹一支是吧？我本身我卡仔第一支，我到時我是3支吼，我是3支啊，我小妹一支吧本。你都卡實幾啦？別好啊，究竟點樣無好過？無好，我係 agent 我已經年幾啊？無好2年啊。我係 agent 搞上塊嘅 case 哦，伊是倒手，伊是倒手嘅卡，倒手嘅卡哦。倒卡嚇。伊講900個18。900個18。特別無聽啦，當你家隻無聽咯。我2年半了。哇！你南西你是做啥物？你是開你腰骨本來？我這裡開刀過後咯，了我係唔是腰骨，一般是會響到我嘅卡。影響到你 nerve 啦，我隻卡嗰邊個小妹影響到。所以你開按摩管咧，影響到你卡小妹一個卡仔。影響到本我係小妹一個卡仔是咪？到馬路2年半了。是無感覺嘅。是完全無還是特別爸爸淡薄？特別。OK。我是唔敢俾樓推，因為我俾樓。在條幫白路。我南西講聲。即你講。Clubhouse 上面，伊個 Clubhouse 我 because 我用 Bluetooth 嘅，所以就淡薄 delay，淡薄 Clubhouse 啦。我係我咧是when 我官家開點聲，就講伊講吼，因為我是因為我本是無到一個月就已經發現到了，然後就已經去做咯。伊講吼，你本是相反嘅，你本是會有即 side effect 嗰啲。然後我唔敢俾流傳嘅嗬，俾流傳嗬，我就係增加壓仔嗰種嗬。你驚講你徛無穩？因為我無垃圾，因為你我係卡仔甲我係卡班吼，無垃圾。我唔敢背講這句，我無論係一背吼。你驚講你巴肚？是我係增加壓穩了甲加背。OK， 感謝各位特別嘉賓即係嚟咁講開刀嘅經驗，高仔開刀，頂頭咁講過開刀啊，頂頭是講我開刀嘅經驗，頂頭就嚟尋日講下，頂頭我開刀嘅事。維娃娃，我基本是講刮打係維娃娃啦，人當講陣間攞點貴正啊，講開刀冇人哋正日講啊，喲，感謝啊。刮打，人刮打是。即係成日即係Clubhouse淡薄 delay 你講嚇對，Clubhouse 聲淡薄 delay 你，我用 Bluetooth 嘅數。OK 啦，講到這邊先啊，下個禮拜咱來再見過希望有人下個禮拜過來收聽新嘅話題啊嚇，我佢講咩 Clubhouse OK 你很爽，哇零咁下禮拜再見，拜拜。YouTube 嗰邊人咧 ，YouTube 嘅人就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就這邊訂面開，訂看 subscribe， 感謝下個禮拜再見。未記個人講 like 啊 like 嘅 video，佢 share 到啲YouTube 嘅，唔是 Facebook 嘅，bye。